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1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2篇，以西结书第10章第1节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末日的上顶。先知以西结书总是予咱一个足奇异的末日的上顶。但是这上顶毋是照字面来了解，咱需要了解伊背后的意义。以西结书第10章第1节到19节讲到的重点是上帝的荣光啦吼。这个经文来讲，我观看见天上基路伯头壳顶的穹苍顶面有一个形状亲像用拿宝石所做的宝座。上帝对穿有抹布的衫迄个人讲：“你入去，对基路伯下面的轮仔的中间摕地倒的火弹出来，捧伫双手，压伫全耶路撒冷城。我看伊入去的时，基路伯伫圣殿的南边，有云彩充满伫内庭，上帝的荣光。”升悬离开基路伯，停伫圣殿的入口，有云彩充满伫圣殿，上帝的荣光发出光辉，充满伫规个亭。基路伯的舌发出声，亲像全能的上帝伫讲话的声。伫外亭嘛听会到上主吩咐穿有抹布的衫迄个人伫基路伯下面的帘仔下中摕火，伊就入去，徛伫一个帘仔的边，其中一个基路伯伸手对基路伯中间摕一寡火，下伫穿有抹布的衫迄个人的手中。迄人摕着就出去，遐个基路伯的膝骨下面有手。看起来亲像人的手，我看见这个基路伯的边有4个帘仔，每一个基路伯的边拢有一个帘仔，帘仔亲像宝石发光，4个帘仔的外形拢同款，每一个帘仔亲像内面阁有一个帘仔。这4个帘仔震动的时阵，拢会当对边直行，毋免转势，因倒一个方向行，拢毋免转势。基路伯规身躯连脚趾片、手膝，甚至每一个帘仔四周围拢是目睭。这个帘仔照我所看见的叫做得色的帘仔，每一个基路伯拢有4款面，一个是牛的面，第2个是人的面，第3个是狮的面，第4个是鹰的面。基路伯飞上悬这个是我伫加巴罗河边看见的画面。基路伯行的时阵，帘仔嘛伫边伫行，因体势飞悬离开地面，帘仔嘛无转势，虽然来离开因的身边。基路伯停地，帘仔嘛停地。基路伯对地面升悬，帘仔嘛做伙升悬，因为外面的心意控制帘仔。上帝的荣光离开圣殿的入口，停伫基路伯的顶面。我看见基路伯体势飞悬离开地面，帘仔嘛伫伊身躯边，佮停伫圣殿东门的入口。以色列的上帝荣光伫因的顶面。一个人足爱算命啦吼，就是对未来的将来无知甲好奇，所以有一寡人想要借着算命来知影未来，甚至想要来改变来这个未来。圣经中间对未知的认知是透过先知来宣告上帝对将来的预告，但是上帝国毋是用人的目睭通去看见的。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讲：上帝国什么时阵会来啊？耶稣就明白甲因讲：上帝国是看袂到的啦。就算是有人用算命先甲你讲伫遮伫遐吼，但是遐拢毋是真的啦吼。经文来讲，有一边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上帝国什么时阵临到？
耶稣因讲，上帝国的来临，毋是人会看会出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你看伫遮。因为上帝国是伫恁的中间。耶稣讲，即个对伊的门徒讲，日子特别到，是你想要看到人子来临的日子，连日子也看袂到。有人会甲你讲，你看伫遮，还是讲你看伫遐，毋通出去，也毋通对因去啊！吼。闪是对天这边是到伫迄边，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会受真济的苦难，佮互这世间的人拒绝。人子来临的时阵，会甲那的时共款，迄时照常临者过带，一直到那入去大船迄日，大水到嘛甲因拢消灭。迄日嘛会当甲路德的日子同款，人照常啉者卖种做起厝，毋久路德对所罗巴出去的时阵，有天落火甲硫磺甲伊拢消灭。因此迄年的时嘛，亲像安尼，迄日恁的厝顶面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件，伫园内底毋通倒转去。会记日路德的某拄着的代志，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会去丧失性命；所有丧失家己性命的，会得到性命。我甲恁讲，伫迄暝有两个人困共一个眠床，一个会受带去，一个会留底。有两个负责人做伙伫捡。咧爱下石无，一个会带去，一个会留地。有两个人伫园内，一个要接去，一个要留地。问到问耶稣公主啊，会伫倒一位发生？耶稣甲因讲，尸体伫倒位，秃头婴就会伫遐。基督耶稣回应特别讲着，当上帝国。或者是讲末日到的时阵，咱无法度去做任何的代志，所以咱需要伫平常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才会通伫末日来临的时阵真坦然来面对。诗篇98篇，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伊会记日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息，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来学乐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的面前来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间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嘛拢大声。愿江河拍扑欢喜，正山岭伫上主的面头前，做伙快乐唱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用公平审判万民。恳求主爱主帮助阮时时刻刻来保持甲你亲近的关系，求主互阮会通来真心、真力、真意来追求、来服侍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